时间的长河中，只是一个节点上小小的不同，就会衍生出不一样的历史与世界。我可以试试统治天下。我看姬大哥就是书中所载，刚出学府，正在周游列国磨砺武道的学士，愿终身侍候姬大哥。玄清妹子，你趁现在……原来是个假学士，将他会消耗啊！什么声音？这是肉身解开地锁的征兆。10步之内，人尽帝国。不死不灭。足下冒死拦车，必有所求，不知所求何为？